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初7，诗篇90篇30到40安尼讲：你互人归途，讲恁世间人着活倒转，因为在你看，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，阁亲像暝间的一件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世间人活倒转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有信实、有公义、大有权柄、大有威严的至高上帝。主啊，你也是有怜悯、有疼痛、无快快生气，有丰盛的慈爱的至善天父。主啊，愿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，佮你所安排的月亮、星辰，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遐尼关心？世间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遐尼照顾？主啊，你互人归途，讲恁世间人着活倒转，因为在你看，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，阁亲像暝间的一件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在活倒转来归你，互阮因为你来欢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